開採金礦喺新西蘭嘅文化底蘊中佔有重要嘅篇章。懷希鎮喺100幾年前已經開採金礦，慢慢將鎮上面嘅山頭變成一個下陷嘅大礦谷。當年仲設置咗泵房同埋倒礦機，以便喺礦石裏面分析出黃金。而家鎮上面都仲有好多呢方面嘅文物可以探索嘅，好似懷希博物館就提供旅客認識有關黃金開採嘅圖文同埋模型。而乘坐金礦區鐵路文物火車就係了解當地文化嘅節目之一。而火車就係往返威基洛同埋懷希之間嘅。搭呢個窄軌鐵路復古火車，彷彿穿越時光。佢嘅月台歷史悠久，擁有豐富嘅文化底蘊。連接住呢一個地區嘅古老金礦開採歷史，車程途經壯麗嘅朗加哈克峽谷東端，沿途可以欣賞到鄉村風光同埋河岸嘅景色。呢啲火車站對老一輩嘅新西蘭人真係別具意義㗎。遊客可以選擇喺頭站或者尾站上車，建議大家買來回程嘅車票。咁樣就無論你泊車喺邊個站，搭完火車之後呢，都可以令自己輕鬆咁喺原車站揸車返屋企啦。火車旅程大約30分鐘，設有開篷車廂同埋封閉式車廂嘅車飛俾你揀。歷史悠久嘅 Waikino 火車站側邊有間特色嘅咖啡廳，喺熊熊暖火嘅古老壁爐側邊享用輕食。呢度充滿金礦歷史文物嘅氣氛，遊客可以從室內陳設嘅金礦圖片睇出上世紀金礦狀況嘅端倪。距離咖啡廳只係1分鐘車程，有金礦遺跡啊！就係歷史悠久嘅維多利亞島礦場遺址。如果選擇步行呢，會經過呢個吊橋先至抵達嘅。呢座三合島嘅古建築喺當年嚟講真係唔簡單啊！梗係要喺歷史解說板前面同古蹟一齊打張卡留念啦！提起淘金，就會聯想到呢個歷史文物鐵路復古火車啦。